亲自送货，送到哪里？送到现在我人在台北，我伫台北啊。我现在人在台北啦，啊，结果嘞，恁爸物件送到恁兜门口，恁呢？莫甲你叫啦，恁爸物件送到恁兜门口，你甲我冲啥小？你说你不要了，你说你不要了，我人从台中这样一路开货车来到这里，恁物件呢来，我这摆半暝啊，我还袂回去困啦，我还袂回去困啦。是。来，想要看公布对话的打公布2个字。来，想要公布对话的朋友，帮我刷公布对话2个字。昨天叫你打电话进来，你就怪怪了嘛？对，对不对？啊，阮规抓路来到这，敢有赚到钱哦？我半暝啊，阮拢无啥食饭。来，现在嘞，来，现在那个矿石还在货车上面，哦，还在我们的货车上面。来，现在在吃麦当劳，阮这摆在咧食饭啦。这才是我们今天的第一餐啦！来啦，阮规路安尼一抓一抓安尼去送货，啊规路安尼一直行，哦，啊，着开货车安尼念咪踢呀，已经足忝呀，足疲劳啊。物件载到恁兜门口，你甲我讲你物件无爱啊？来，恁咧怎啊？来，帮我打开一下。那个 M 大美女，谢谢你啊！哎呀，谢谢你啊！来，不管你今天他妈的你要当酸民也好，你不爽我也好，你昨天你就弃标就好了嘛。对，你昨天他妈的你跟我说今天叫我帮你送货，上个领导门口啊，你这摆是在冲啥什么？啊！来，各位朋友，昨天就是这一位，大家拢知啦。来，陈先生呐，哦。来，因为你们现在做生意，我很怕哦，不是对你们，哦，来注意看，买几千块的东西而已，不要浪费大家的时间。嘿，几千块啊，尔，你安尼搞我乱，安尼敢对？恁爸人即摆伫台北啊，来伊的电话啦，哦，我叫陈嘛，哦，来，安尼录袂起，来。下晡5点，非常不好意思，我这一边出了一点状况，没有办法跟你购买，请你见谅，大哥，我们已经快到你那边了，哦，非常抱歉啦，我讲已经到了。来，庄雅鲁你好，我今天他妈大半夜送货。我今天都没有直播哦，大家都知道，我昨天有说到做到，我今天亲自送，我昨有讲有搞这有搞啊，我亲自送货，昨天有买的我亲自送货，我出来送货，哦，送到你们每一个人的手中，你们开心的哦，很多人今天有跟我收货，很开心，来啊，但是我今天跑到了台北啊，恁别招来台北啊，你来给我弃标啦，上个领导我讲已经到了。你跟我说你东西你不要，啊！你昨你就莫敲电话入来就好啊，我就直接弃标就好啊嘛。带到新北永和啦、永和啦、中和啦、中和。啊，阮即摆搁转去中华啦，即摆几点啊？大家咧困啊啦。3点。3点。我们很累呢。他昨天有打电话进来啦。有。他如果没有打电话，因为我觉得他的账号很奇怪，我说大哥可以麻烦你打电话进来吗？他还在直播上要打不打的。对，蔡胜胜就是那一位，他就是要打不打的，电话还输入错误，早就知道他来乱小，来我就处决一个相信他，我就相信伊，恁爸怎为着伊载迄粒控球来台北。这刚没就过分呢？你们觉得过分打过分啊？我送到台北呢。来过分的朋友，帮我刷100过分。对不？上个台北你规路安尼搞弃标。啊，我们现在3个现在在台北啦。来，啊，这里还有很多人啊。哦，这里还有别人啊。
我怕影响到别人啦。只是说哦，东西不喜欢，不要浪费大家的时间嘛。你浪费别人的时间，啊，讲真的啊，你莫安尼有无钱伫遐咧假攀啊嘛，对不对？你就当什么大爷啦？你以为你现在很有钱还是很没钱？你讲白一点啦。你看阮无要紧，你知无？你莫安尼甲我乱。你觉得我小弟我在做直播，你看我无要紧，你看我袂爽我无要紧。但是你安尼甲我标标的，你甲我气标，你安尼敢对啊？哈，这我你讲你这种行为，连选民拢看你袂过，我讲真的啊，真正是哦，真笨手啦，这种的就是笨手啦。我他妈的，我做直播，我送到你家门口，你跟我说你不要了。各位朋友，我只是跟你们讲一下啦，哎呀，因为我们现在今天非常的辛苦，都没有什么吃饭。然后 M 大姐姐刚刚哦，我们去送她那个，我们去送金洞的时候，那个我们现在线上有一个 M 大，哦，有一个 M 大，一看我们规路安尼一直赶路吼，都没有吃饭，然后结果他买了炒面给我们吃，那个稍微吃一下，跟鸡腰节啊，阮即摆哦，就是赶快来真正的来好好的静下来吃一餐啦。哎呀，跟你们说一下，哎呀，我只是觉得说吼，感觉很差，因为我就爱人伫人咧麦当劳的营业场所，我嘛无想要大细声啊。哎，是平常时我咧做直播，唔是安尼啦。是，哎呀。来，矿石要多少钱？那一颗就3500而已啊，也没有多少钱啊，也没有多少钱，就3500块啊，给你气标啊。他跟我买什么就来，我带你们去看，想看的打想看，给他来用，我带你们去看。还没睡啊，就被送了。我没有动怒啦，只是觉得说很过分啦，一路上从中部上来到北部，结果东西你甲恁爸装小，你甲我讲无爱啊，系啊。你物件你若无爱，你就直接自头到尾你就甲我讲你无爱买就好啊。你又打电话进来我的公司说你要买，买一买，结果我送到你家门口，你给我弃标，你敢对？什么人都有呢？袂足过分的吗？规路安尼开这只车啦，我们开这一台货车啦，有好开无？手歹爱啦，规路安尼开这只啦，手打的啦，真的很辛苦不能体谅一下吗？要是我等会无关一点，就袂开你啦。对吧？即摆半暝啊，大家拢咧休困，恁爸即摆搁伫台北啊，就为着等你这个啦，你为了等你这个大哥啦，哦，跟我买东西买一买，给我气标，我在你家楼下等，有过分无？倒一个伊个啊，冒出来，无钱就卖买。我物件已经了钱卖啊，我搁亲心给你送。我昨天有在线上的朋友说，我跟所有线上朋友挂保证说，我说到做到。我今天他妈的我就出来外面，我就亲自送，没关系。我觉得说，我们有时候跟线上的朋友说到就要做到，亲自送嘛。没有，龙凯有看到你打字啊，我有看到，都起来伊诶，追到来啊！真正有够过分的啦！没有，因为昨天标，我今天想要亲自就帮他送掉。我3个人呢，3个人搁给你送到位呢，3个人呢，车资、车工、人工，搁这摆几点啊？就问一下好不好？3点10几分呢，我想家，我想睡觉对不对？来，各位朋友。这个东西，就为了这个，来天然矿石，安尼3500给我起标，来就是你呀，陈俊杰就是咧讲你呀，唔是讲别人，就是你陈俊杰，你就讲几千块尔，几千块而已，不会怎样，不会起标嘛，几千块的东西而已，你就感觉这人伤的嘛，安尼你就是咧给我装小的，你咧给我算嘛，对吧？我讲大个我已经够啊呢。
电话唔接，3500块，对不对？啊，我们今天为什么不收定金再出发？我们都取决于一个信任客人，对不对？我今日相信咱家的线顶的朋友，我相信你们，我也亲自出马了，对吧？都因为恁有相信我嘛。线上的朋友都很相信我说，凯宾讲伊要亲自上，唔知有影无？无要紧，啊无咱甲凯宾买，我就要凯宾亲自上，我嘛亲自送了，啊结果呢？迄白忙一场的刷，无趁钱的刷。来，这一颗矿石啊，在一品店1万多块啦，规粒上新矿啦，遮水啦，规粒万几块啦，我0元起标3500条标啦，都已经了钱啊啦，啊你搁甲我冲一吹啦，连牙粉都吐口水了啦，有看到无？迄做人做安尼，真正是足无营养的，你知无？哪会安尼啊？哪有这种人啊？怎么会有这种人？来，就是你啊，陈俊杰啊。哦，台北哪里？新庄啊，现在人在新庄啊，好不容易找个地方休息一下，吃个麦当劳啊，在新庄的麦当劳啊，新北大道啦，我伫新北大道，哦，莫讲我咧转，莫讲我人伫台中，甲恁骗讲我伫台北，拢免转。来，树拿桃园有看到无？来，应该有的人知道啦，有的人应该知道这里是新庄啊。对不对？迄规段路走来到这，安尼甲恁爸创这吹啦。昨天晚上的，对，我昨天晚上标的没有错啊，标了我今天说我要亲自送，我就说到做到嘛，对不对？我对你们有信任，恁有相信我马上对恁有交代啊。真的是新北大道没错啊，对啊，来郑勋嘛知啊，对吧？大家拢成年人啊，啊！你对你家己的行为，你欺负一个少年人，咧做生意，啊卖一个物件，你无介意，你莫买嘛。啊你买，你甲阮装小的，阮来台北呢，来台北规抓路，互你装小的，安尼敢对？安尼唔对吧？没迄讲袂过啦，我人都出发了，从中部出发到这里，吼，你讲较安怎，你嘛袂使安尼工作。你物件无介意，你真正袂使安尼，你规气都莫互阮触犯嘛，莫载你的物件弄榴莲嘛，对不对？不早说，那间是我的客人。对啦，再上去就林口了啦，大家拢知啦，大家拢知我伫倒位啦。我说真的，这个感觉问题，这个是感觉问题。哦，我真的不想要再。我现在人在外面，我去开你副本干嘛？你真的是太过分呢！你假人告告，你知不？啊，你这叫假人告告嘛，对不？来，阮的小帮手啦，甲这摆拢还袂困啦，袂困啦，袂困啦，会忝无？开规工的车会忝无？楼顶搁一个咧开车的啦。蔡胜胜讲离我好近啊。各位朋友，真的啦，做直播吼，有当时就是拢拄有这做无难的代志啦。好啦，我消气啦，还是谢谢你们大家的支持啦，好不好？哎呀，谢谢你们大家啦。那真的是感觉很差啦，感觉足歹，真的感觉足歹。来回唔拿4点钟，哦，那个我们从下午到现在已经，阮下晡就出发啦，到这晚1点到现在1点多到现在，因为你要想啊，阮阁会拄到下班时间，阁会塞车呢，足忝的呢，足疲劳的呢。来，刚刚私讯我说要貔貅的那一位人，那一位大哥在还在？下一个
刚刚有私讯我粉专说要貔貅的还在。志深哥啊，来这送回去用糟蹋啦，系啊，来这送回去用糟蹋啦，用气标啊，足忝的啊。恁拢讲哦开宾，恁那拢敢拢免困，我足拼的，我足忝的，我足想要好啊休困的。我也很想好好的睡觉，你知道吗？我不想要跟一般人一样有一个好好的礼拜六、礼拜日可以好好的休息吗？我不想吗？我要为我的产品负责吧，对不对？没有错。来，那个刚刚那个姐姐说要收呢，3500说要收呢。像，而且基隆那个姐姐，哪个？哎呀，姐姐你不要啦，歹势啦。哎呀，因为你听我足济啊，我不是一种贪小便宜的人，真的啦。真的有喜欢再买。你真的有喜欢再买没关系啊，只是我会觉得说，哦，我觉得说哦，你是为了听我的话就不要啊。哎呀，直播就拍走了，压力很大，压力真的很大，很累啊。以后就先付款后出货，但是先付款后出货，很多人又有一些问题，就是说他比较不方便。哦，我们都会体谅说，哦，你们不方便，按了口令货到付款，信任你们，你们也信任我们直播主嘛，那我们也是信任你们啦，大家拢互相信任嘛，是，对吧？所以货到付款基本上我不会把它取消，我还是会基于人道，我都会相信大家。来，金牛哥晚上好。好，晚上好，来个台北向糟蹋啦，系啊，系啊，来个食哦，再甲你讲伊物件不爱，系啊，来个食再甲你讲不爱。真的是啊。各位朋友，那个刚刚有人私讯我说要那个貔貅，可是我不知道他在不在，好啊，但是没有关系，哦，我就出一标试试看，你们要的再加啊，要的再买啊，不要的就直接，因为我等一下我要回去休息了。说真的，我真的很累啊，我规抓路安尼已经足忝的啊，哦，真的很累了，好不好？来，那个小帮手，这一个来介绍一下，什么东西？来一样，今天出了这一标一样，先跟各位朋友介绍一下。好，很多人点菜的。来，中间部分是我们9999纯黄金的大只貔貅。来，这一个是9999纯黄金，哦，正黄金，没有错。来，再来，我们来说，旁边这些黑色的珠珠都是正天然彩虹黑曜，哦，就是人家简称的彩曜。来，各位朋友，这么大只的黄金貔貅啦，男生在戴的手链，没有错。我现在问一下哦，这一条貔貅手链，干那钢钱黄金啦，干那钢钱，这么大只爱1500不？来，要不要1500？各位朋友，工钱的工钱的部分要不要1500？要打要。加工费部分要1500的朋友帮我打要。光是工钱哦，我们不要管今日金价了，干那钢琴这大只的，不是小只的哦，小只的是这样，给你们看一下，这是小只的，哦，这是外面直播台一条在卖2000块的小只的，啊，咱今日这种大只的，好，来工钱要不要1500？来，各位朋友要打要，就这样，来，我恁看一下，我大小是一样，给各位朋友比较一下，给你们比较，看得出来吧？哦啊，我说真的，我就这一标哦，这一标我就贴个油钱回程啊，我们回中部这样啊。来，各位朋友，刚好人录药哈，来一整排，有。来，光是它天然的黑曜直播台就一条就卖500块，带6字真言，正黄金哦，你验出来那不是黄金一条赔100条。没有错，这一条黄金貔貅手珠啦、手链啦，这样黄金，干那钢钱超过1500，宁愿起标啦，一刀100来卖动诶。来，有喜欢的朋友这一条0元起标，一刀100块5档标。来，0元起标，一刀100块，直接5档，喊多少卖多少。来，花瓦这杯，这刚刚点菜的朋友哦，我希望你自己大步，因为他私讯我的粉专说要的，帮我把那个名字念出来，我不知道谁。哎呀，我唔知伊人有伫咧无？哦。来，招财貔貅黑曜手珠，来1500，来1500啊，来1500块，好不好？谢谢那个韩慧秀，感谢你啊，感谢你，谢谢。
来1500，来目前1500，来1500，这是大只的貔貅，不是小只的，大只哎，来1500啊，来1500，有没有更大部的朋友？来1500上还有没有朋友喜欢这一条的？这一条它中间部分是9999纯黄金，哦，手珠其他部分都是我们的采药。我现在0元起标，1刀100块，你们喊多少就卖多少。来1800，来1800块，来1800块，喜欢的再大部一点，好不好？来有喜欢这一条的朋友一样大布。紫色那一条有卖吗？紫色的是女生的哦。哦，紫色的是女生的，我要先跟你说。是。哦，紫色的是女生，来1800块。来1900。来要的朋友，我们今天贴个油钱回去就好了。来，全部要的朋友不要1900，我靠，刚刚金马店这条咧卖你3、4千块，最少卖你3、4千，对不对？是。要不要3、4千？要。要不要？要。我们今天要的朋友这一条正9999纯黄金哦，收到呢，不是黄金一条赔100条。来收到的话，不是9999纯黄金的话，入我的营，入我的营。如果不是纯黄金一条，我他妈就赔你100条。没有错。来，各位观众朋友，要的朋友，来要的，1600打加1啦。来要的朋友们，1600块，我赚工钱就好了。打加1，我赚工钱就好啊，1600块，要的加1啦。唔知讲惊对不？来，各位朋友，要的朋友1600块，要的加1，有加1的朋友主动私讯粉专。这一条男生在戴的，要的1600加1。好，紫色的有，紫色的有，等一下，有项链吗？有。来1600，限量10条，要的加1，1600。来要的朋友限量10位，要的朋友1600块加1，限量10位。你们有加的朋友们，主动私讯粉专留下姓名、电话、地址即可。宕机哦。对，他宕机。为什么？不知道。来1600块，要的打加1。好，按目前几组我也不知道，因为它宕机了。来，目前2组。哦，看手机的。来，目前2组，子祥、若豪。2位有加的朋友一样，先主动私讯粉专留下姓名、电话、地址。来，让其他朋友们，你们有想要的朋友。1600块，要的加1。我买了是纯金，对，它是纯黄金，没有错。来要的朋友1600块打加1，这是大只的貔貅，不是小只。来智贤加1，来智贤一样私讯粉专留下姓名、电话、地址。来智贤加1啦，来要的1600块直接打加1。来最后7组。最后7周啦。来限量10组而已。要的朋友全部1600打加1啊。吃东西就吃东西，卖啥小东西没关系啦，哎呀，看你怎么解读没关系啦，哎呀，说真的，我就是等一下要回去了，好不好？等一下要回去了，你们要项链的朋友，等一下好吗？来这一条好了吗 ？OK， 都有抓到。你用好吗？有抓到。还是安怎奈？唔知，用宕机。好，拍谁啊？吼，哎呀，来，各位朋友，那个。有人说要紫色的嘛，对不对？是。但是我先说，紫色的部分它是2只都是黄金，不是1只。是。2只都是黄金，冷价。这是女生在戴的，天然紫水晶本身帮我们开智慧，开智慧的。来，这一条我们直接0元起标，1刀100块来，赶快无动诶。来0元起标，1刀100块一样5档标，无动诶，画偌济卖偌济。来0元起标1刀100来无动诶，画偌济卖偌济啦，凊彩啦，喊多少就卖多少，嘿啊。来，各位朋友，有喜欢这一条的朋友一样，喊多少卖多少，喊多少就卖多少。这一条9999纯黄金，2只貔貅的女生的，来纯黄金，1刀100块来无动诶，来1刀100无动。这个重量在0.03钱左右，1只哦，2只就0.06钱，好不好？来1000，来1000啦，只想1000啦。来1500，智贤哥1500，来智贤1500啊，这女生在戴的双貔貅，2只的，好不好？好，越小只弓越细，没有错，而且干那钢钱一只敢唔免1000？哎，超过，一只的钢钱都爱超过1000啊。是。我们今天去买任何一个金戒指啊，雕刻一颗貔貅啦，拍一个金嘛啦，钢钱爱1000无？
超过啊，拢钢琴拢超过啦。拢超过。啊，这有2只呢，各位朋友，这是2只呢。国兴哥，感谢分享。来1500，来1500啦，来目前1500，来1500块，来1500，来1500。来不前1500啊。哦，一样一刀100块。来1500块。今天没有卖风水，风水昨天卖完了。今天没有，不好意思。对。哎呀，今日无歹势啦，坤佑，今日无歹势。是。来1500。来一样1500。我们等一下来卖一标项链啦，因为很多人在说项链啊，最后一标我就要关播了，好不好？我就关播了。是。好不好？来1500块。来1500。伤悍吧？嗯。伤悍吧？2只呢？来1500包过啦。哎呀，1500包过啦。来那个谁？雨欣呐，子祥啊，你们2位就好，其他人不卖。你们2位要的话，1500加1。你们2位要的话，1500块帮我打加1。智贤总共3位。还有智贤，智贤有啊。哦，智贤的是得标的那个。哎呀，他就1500了啊。来，你们3位要的1500加1啊。雨欣、子祥啊，雨欣、子祥2位，你们要的话一样1500加1，给你们3位。雨欣，我要雨欣帮我打阿拉伯数字1500。你帮我打1500加1，好不好？哎，你要的话打1500加1。是。哎，没关系，大家开心就好。欢喜的话。哎呀。来雨欣加1。来雨欣，来子祥加1。来，好，3位都有了嘛，对不对？是。来，各位朋友，注意看，这一条项链。来这条。9999纯黄金的。是。9999纯黄金的裙子项链。是。哦，它跟我们的一个款很像，名牌款，很多人都知道哦。来，这个女生的项链，外面银篓随便一条都要3、4千，是没有错，都3、4千以上。是。来这一条最后一标福利标，0元起标1刀1把，来卖懂哎。来有喜欢的朋友，这一条0元起标，1刀100块5档标。这个超漂亮的，整个都是纯黄金的。来0元起标1刀100，来直接5档。来0元起标1刀1把，无懂的，画哇这边哇这哈，大家开心就好了。来项链是0元起标，刚有人点菜的，是来直接喊5档，好不好？哦，你们有喜欢的朋友一样，哦，趁着这一档的时间，捡个福利。来500，来500块。这500袂对啊。是吗？这500袂对啊，刚钢钱嘛袂对。没的。哎呀，真的，光是工钱都买不到啊，没关系，来目前500。来500。来1000啊。来1000。哦，一样有喜欢的朋友，1刀100块，有介的大包，好吹了啦。来1000两个啊。来1000，好几位。来1500，来各位朋友，来1500。我现在问你们所有200多位一个问题，好不好？这一条裙子项链，外面要不要3000以上？如果觉得要的，帮我打要。正9999纯黄金啦，你们觉得要，帮我打要。湖南公凯宾站的后照镜放了几瓶咖啡，假给？真的假的？谢谢啦。无是哪个？有吗？湖南公的后照镜放咖啡。刚刚那。谢谢啦。刚刚那个吗？是吗？有人走过去吗？没有。谢谢啦，谢谢啦。我想买，可惜我不会接单。没关系，我们会教你。对，是没有错。来，各位朋友，这一档福利标最后一标是啊，限量5位，先抢先赢，哦，先抢先赢，先抢先赢。来，这一条项链随便去银楼买，一定要3000起跳，是至4000，没有错。来，各位观众朋友，听好了，这一条限量5位，就5位。想买的先帮我打"想买"2个字。来，想买这一条的朋友们，先刷"想买"2个字。来，这个跟一个专柜款超像的，而且专柜这一条卖1万多块。是。谢谢啊，大哥，谢谢啦，拍谁啊？给我你掐咖啡，嘿啊，来专柜1万多块啦，没有错。来，那个，因为哦，很多直播台都开假的保单、假的保证书，我现在直接跟你们保证，录我的影就好了。所有线上朋友录我的影，开始录影哈。
来，今天只要跟我买到假黄金，哦，假黄金，如果这个不是黄金的话，我们今天买到的朋友一条，全部赔你100条，假一赔百，是假一都赔百。我们要跟人家不一样。哦，我们不要说每次都是一个红色的纸保单，咱卖做这种工课啊。来，咱来为咱的地球来节能减碳者来生这个纸者，无要紧，你直接给我录影。更具有公信力，更具有公信力的录影。你有录到人，你有录到以上所讲的内容。你今天收到是，如果不是9999纯黄金一条赔100条，是。来，各位观众朋友，要的朋友888打加一啦，限量5条啦。来要的朋友888打加一，限量5条，888限量5条，要的加一。哦，请你们各位假一赔百，如果不是正黄金的话，假一赔百没有错。请各位朋友们到比较专业的银楼去鉴定，真的有仪器的银楼，不要说哪个方。我知道你们买到假货买到怕了，直接录我的影。是。哦，影片不用删哦，那影片免台我给你来，各位朋友，要的朋友888打加一，要的加一来开始加一啦。来要的朋友888打加一。来要的打加一啊！刚才工钱拢买袂到啊！是。来，工钱要超过1000无？要。加工费用要不要超过1000块？要。要不要？要。来，限量5位而已。来要的888，哦，要的888打加一。哼。有笑吧？你们喊1500哦，有做福利标无？有做福利标无？有。两单啊，爆单了，已经爆单了。现在黄金很贵，前几天去银楼买2900。来，咱拢卖讲几钱啊？来，干那工钱就好啊，工钱爱1000无？超贵啊啦！工钱爱1000无？超贵啊啦！全部要的888，要的加一啊！来，全部888，要的加一。好想去现场看 live。来要的加一，来贵州哈。来，目前那个韩慧秀要帮他拉单一下。超崩啊！爆单了呀。好，没有卖了，好不好？可以送来龟山吗？你自己来拿啦，我在新北大道啊。靠腰龟山你哪位？龟山伫汤啊，落去遐啦。阮头拄仔为龟山过来尔，足忝的啊，系啊，帮你用寄啦。求大姐姐讲近看一下。哦，近看一下哟，来，9999纯黄金，有水啊，无水你家己看。裙子女生戴起来非常的秀气，好，非常的秀气。要的999打加一，不来888哟。888。来要的888加一。是888。来，我再讲一次哦，我在重要的立场先跟你们宣称一下。所有人，如果我今天卖假货的话，如果不是正9999纯黄金，一条先赔100条，然后欢迎提告我诈欺，再来帮我闹上苹果日报。哦，苹果那一天才来专访而已嘛，我不可能没给回啦。哦，苹果日报前几天才来给我专访而已，所以我不敢卖假货，好不好 ？OK 吗？来，要的888加一，来贵州啊。目前8组。来，那个，哎呀，卖个上去啊啦，好不好？眼睛肿了，很累啊，很想睡觉。那个可以保留一条吗？没办法，要就现在打加一。对，是要保留一条。哦，下次出个骰子的，想要换造型 ，OK。哦，OK。骰子的你是？有骰子的，足水的。买成7、8头啊！你莫安尼啊！莫遮歹心啊！系啊，有风笑。莫安尼啊！注意较济啊，足歹心的。结果你们不是在专注商品，是在专注那个。哎呀，莫安尼啦，莫安尼。我汉堡起来好，我嘛不食。好啊，啊，开心了。总共几组啊？来目前9组。要的888加一，剩最后一组好不好？我们就是凑10组好了啦，凑10组啦，10组咱结单啦，搁1组啦，888要的打加一，最后一组，好不好？我要下播了，哦，我要下播了。我没下，
其实我不能吃鸡啊，但是偶尔偷吃一下。哎呀，算命的说我不能吃鸡，可是我很喜欢吃鸡啊。哎呀，因为像那种鸡排、炸鸡啊，其实我就爱吃，对不？嗯。嗯，小军有得标吗？哎，贵州啊，还是就这单了啊。小军有吗？知道有。啊，哥们，小军有。我好好吃个宵夜啊！我吃完要回彰化，不是啊，我回台中啊。哦。鸡翅要标吗？我吃过的哦，保利哦。好，各位朋友，直播关掉，拜拜。好，拜拜拜。拜。哦，我今恁搁看了，恁带着走去麦当劳啊，安对不起恁，系啊，安对不起恁啊，恁食泡面就好啊，系啊，拜拜。